食饭时间，手路菜来看到这间专门卖清汤猪脚的老店，和一般用豆油卤的卤猪脚无同款。第二代头家柯金胜照爸母放落来，这手路功夫，甲他掺水，甲猪脚做伙控，无掺其他的鸭味料，嘛无掺味素。上少就要控3点钟，才能够控甲遮尔清甜。清汤猪脚拢袂臭臭，肉质 Q 底底，又搁真软，会当食到猪脚本身的甘甜，清爽搁袂油。店头开伫咧大稻埕附近，已经开45档。这款的古早味，名声烫树海出名规世界，请一寡外国游客特别来。打杀好的猪脚，就要紧来甲剁地，因为这个早起10点外，老店的铁门才拄有开的时阵，就有真侪食食客排队要来食这个好料的。好像要30-40年嘞，因为它这个肉嘛没有那个磨扁，没有腥味，哎，所以它处理的几乎没有味道。它的肉皮都很 Q， 不会涩涩的。他们开幕我们就来吃了，看他们开多久了。来，这是你点的综合面线跟腿肉面线。老店的第2代头家柯景成，难免就爱发落送餐，还阁爱来招呼人客。看伊安尼无用气气，亲像咧捧干乐咧。伊伫台北市大稻埕开业，已经超过45年的这个猪脚老店。店内上大的特色，就是这个清炖的白汤猪脚。大尾猪脚就要控咧2-3点钟，还阁爱随时来注意火候的大小，因为这些拢会来影响到猪脚的软 Q 度。一大锅猪脚，它每个猪脚受热不太一样啊，所以有可能有的猪脚煮的比较不够。猪脚滚好要起鼎的时阵，就爱阁用手安尼一粒一粒甲试看卖，看伊的硬软程度有符合这个标准无，安尼才会当甲摕来泡冷水。因为让它的肉质收缩啊，从很热的时候，然后让它泡到冷水里面，然后让它收缩，这样会比较 Q 弹。柯景成伫咧20年前，从爸母的手内甲这间老店甲接落来，这个滚猪脚的美角，拢是照爸母传落来的手法，逐步拢爱做甲真点阵，袂当凊彩咧。安尼做才会当完全来保持这道古早味。不过，若是讲到当初打退伍的时阵，就要倒来厝来做这道工课。伊笑笑啊咧讲，这是老母用甲成的啦。他就说，你要是回来帮忙的话，我就先买一台车给你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说，真的吗？我才20岁出头，这样子下来都还没工作就有一台车吗？他就说，对啊。你一退伍我就买一台车给你，那你要先回来帮忙。接手了后，伊才去体会到做爸母的趁钱是这尔啊辛苦，因为伫咧庙口摆摊的所在，逐工都爱烤风晒日。这20年来，嘛是安尼甲经过来。他就说，他就是傻傻的做嘛，就是照着爸爸教的，就是一直坚持做下去，所以这也就是人家讲的古早味嘛。逐工用这个动坏坏的剁刀咧剁猪脚，手甲肩胛嘛拢去着职业病，甚至嘛要无张持去切着家己。对啊，有一次我记得他是很忙嘛，所以他菜刀拿在手上，然后也是在弄出来什么，然后他刀就转身不小心划到自己的大腿，他就压着伤口跑去缝了5针，回来继续上班。还好啦，不会痛啦，缝一缝不会流血就好了。简单的事情，然后把它做好，然后我觉得就不简单。柯景成伊真用心来制作这个家传的白水猪脚，受到真侪顾客肯定甲定义，安尼嘛，互伊真有迄个成就感。这嘛是互伊当继续传承拼落去的气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